呢個位置轉左。而家呢條路仍然係貼住左邊嘅茅坪坑嚟行。隔離就係嗰個農莊，樂翠行。樂翠行都好多，應該舊年嘅呢條帶，舊年嘅呢條帶。由呢度落過對面。哇！我點解等車過面啊？我去啦，我唔去啦，我就唔見㗎。啊？走啦，點解？等你嗰個。好，行過去。一路小徑轉咗左落咗呢條橋道，呢個叫茅坪坑。過一條坑，轉右直行，呢邊上啊！上咧，上咧，呢條係茅坪老屋古道。啱啱有段竹林路。而家仍然係茅坪老屋古道。呢度係茅坪老屋。呢度係茅坪老屋。呢棵大樹都幾犀利嘅，3條樹幹冧咗冇冧到，假環山啊嘛，係啊，啲樹幹落咗地，幾深。好，繼續行，上邊有啲建築物。好，重新再行過，正話偏咗右。通常我哋咁樣落嘅，咁樣落，係大路落，好少有呢度落。呢度就上過2次嚟。你啊？呢個就係藤王垂死掙扎緊，就斷咗呢個位置。俾人鋸斷咗呢個位置，中間位置。
这个人就有假的。企碧山古道，行咗百零米就到一條大路，石屎路。呢條仍然都係企碧山古道，而家高度係187海拔，187公尺，行多100公尺度就到萬公路，呢條馬路嚟。好，剛剛出咗企碧山古道，進入萬公窩路，石屎路嚟嘅，仲有1.6公里就先至去到白沙灣。知松樹大將軍嚟嘅。